金榮中國。2026年第二季貴金屬真倉交易大賽唔再淨係單一比拼，兩大賽道一齊開跑，累計正值賽道，睇下大家整體操作實力。頭100名參賽者通通有獎，勝率賽道主打穩陣同風險把控，適合穩陣派投資者，輕鬆拎榮譽同獎賞。另外仲有任務抽 Wolf 金幣活動，每日做完指定任務就有得抽獎，有機會賺到 Wolf 金幣回贈。今次活動支援實貨黃金、白銀交易，每位參加者淨可以用一個交易賬號參賽。MT4 同 MT5 賬號唔可以同時報名參賽。如果大家想測試自己嘅交易策略，累積真倉操作經驗，呢場比賽就提供一個公開透明嘅平台，方便交流同展現實力，亦都可以參考其他參賽者嘅做盤思路，借鑑市場操作。咁到底要點樣報名？報名通道一路開放，直至8月8日比賽完結為止。官網、手機 App 同 Wolf 社區都可以辦理報名。有幾個重點要同大家提一提：每人只可以使用單一賬號參加比賽。報名之前務必核實賬號類型同個人資料，一定要睇清楚全套賽事規則。唔同賽道對於交易手數、持倉交易日數都有唔一樣嘅規定。舉例勝率達人榜，最少要有5筆交易，累計3日持倉記錄。操作節奏要好好拿捏，排名會不停浮動，一時嘅成績唔等於最終名次。